我在那边打 round down， 然后打电话给沈玉琳，还有给赵正平说，赵哥，我们明天的节目呢，就是我们要玩水球，这样什么之类的。我想要表演，我想要得到你们的掌声，反而是那10个月的过程，让我更知道我要当演员。我希望自己能够在10年内，就是我让业界的人知道，有一个演员还不错，他不会迟到，他台词不会掉。现场你给他加什么词，他也可以马上消化，并且讲出来。我觉得演员很像修行啊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，你不要整天只想着表演，我觉得你要想的是生活。因为我也过那样的你所说的混沌期，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打电话过来？我已经是4、6个进了，为什么没有？你自我抱怨跟自我怀疑过了也没有人看到了，所以我开始把重心放在学习。身边所有的人提到的电影跟影集，去把没看过的人看一遍，你就会有一个心得，你就会知道哦，他还蛮厉害的，他每次哭都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哭，还是你看完的心得是他每次哭都用一样的方式哭。那如果是我可以不一样吗？